本影片含有少量粗言穢語，敬請留意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我想同各大品牌講啲嘢，真心希望你哋可以花多少少心機培訓一下前線 sales。影片入邊嘅產品喺買之前，我係特登去專門店了解下啲資料。我以為去到專門店會有個比我更熟悉產品同更加專業嘅人同我分析，結果發現係我好似仲要知得多過佢啊！問吸塵機，佢唔知兩款型號有咩分別；問功能差異，佢答我其實部部都係差唔多㗎咋。問佢呢部機多咗啲咩功能，點解貴幾千蚊？嗱，呢個佢係識答啦，佢即刻答我，因為呢部係新機咯。其實我係咪應該問佢，你知唔知自己企喺度做緊啲咩啊？你瞓撚醒未啊？你使唔使翻屋企瞓多陣先啊？我都唔知究竟係品牌冇培訓、冇時間培訓，定係而家請人真係咁困難，但係失業率又咁撚高嘅。當然唔係所有 sales 都係咁，我都遇過非常專業嘅，不過比例上係少啲啫。今次買嘅電器竟然係冇一個人可以完整答到我想知嘅嘢，特登搭車出去問完一輪，結果嘥晒啲時間，最後都係靠自己上官網睇評測，周圍不停上網揾資料。所以如果你睇完今條片覺得有幫助，某程度上都代表咗一件事，有時一個消費者要做嘅資料搜集，可能比品牌培訓嚟得仲要多，同埋仲要認真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港媽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我近期買嘅幾件電器產品，家電分享片真係第一次拍。如果講到甩甩咳咳，又或者介紹得唔夠詳細，大家就唔好介意啦，因為我真係唔係好熟悉電器產品，亦都唔識得同大家分析一大堆規格數據，所以以下內容純粹係我作為一個普通用家嘅真實使用心得，希望可以俾大家做一個參考。拍呢一條家電分享片，我真係諗咗好耐，究竟應該點拍，係完全無從入手。最終我都拍得成呢條影片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介紹第一件產品。第一部要介紹嘅係戴森2合1空氣清新機。戴森嘅風扇相信都唔使點樣介紹，一直唔買係覺得佢個風好弱。啱啱部風扇打咗柴，急住要買翻部，但又諗唔到買邊部，就買咗佢翻嚟。用戴森其一都係貪佢外形夠靚仔，安全無線葉設計，有小朋友同養寵物呢個設計就會令你用得好安心，清潔簡單又方便。3月喺 Sogo 買嘅時候有少少優惠，價錢係2990，配備一個白色簡約遙控器，風扇頂部有磁吸功能，遙控器就咁擺上去就會吸實噶啦。呢部機嘅型號功能包括空氣質量、PM2.5 讀數、PM10 讀數、濾網使用壽命顯示、調校睡眠時間、調校風力、45度、90度、180度同350度搖擺送風。如果你需要風扇嘅風力係好強嘅話，呢一部就完全唔適合你啦。買嘅時候個 sales 都有同我哋講，呢部風扇最適合係配合開住冷氣一齊用。聽到可能你會覺得好拗頭，如果我開住冷氣仲要開風扇，咁我使乜買呢部風扇呢？但佢的而且確係咁樣同我哋講嘅。如果好熱嘅時候就咁開住呢個風扇，的確係廢廢地。想要好實在定係要外表行先，呢一點大家就要諗清楚啦。Daiso 風扇實在太歷史悠久，但係咪等於佢好好用就見仁見智，好差佢一定唔係，但好理想佢又絕對唔係啫。如果大家真係想買，建議自己去專門店試清楚。講開吸塵機，就快速講埋呢部 EcoFast 掃拖機械人。佢嘅純白色外表符合晒我嘅要求，設計都係簡約靚仔，但呢部機嘅 size 都唔細。如果屋企唔大，仲要擺呢部機，其實都幾亞定。我屋企唔大，但啲家私大，所以剩翻吸拖嘅位唔多。買翻嚟頭1年半，佢運行得好好。之後佢應該係經常服食依托米子，仲嚴重上癮，無時無刻都自由發揮，失去上升。就算我幫佢重新規劃路線，正常幾次佢又開始跳掣，超級煩，完全係目中無人。正常一部機械人吸塵機係會識得避開障礙物，佢就犀利啦。大家睇到呢個畫面，佢係會直接車鳩我對腳。最仆街係佢經常會車我隻狗，當我一見到就會忍唔住兜腳伸落部機度，希望佢早日歸西。其實佢都經常兜頭撞牆，撞呢度撞嗰度。睇佢個死款都係想自殺，但又死唔去。到而家我都係繼續用緊，主要用嚟拖地。我對佢已經冇任何期望，我只能夠稱佢為一部廢柴機械人吸塵機。呢部機好似都冇出噶啦，但大家聽我講，一齊企硬，唔好亂買吸塵機，尤其係呢部，真係堅廢，廢得嚟仲要個價錢一啲都唔平，真係覺得奶撚晒嘢。跟住呢部係新鮮滾熱辣，啱啱買翻嚟嘅 LG All-in-One A9X， 佢嘅外形完全符合晒我嘅要求，黑白色設計非常之靚仔。成部機對我嚟講最重要就係佢配備咗我最想要嘅自動集塵器。一齊睇下呢部機嘅設計，左右兩邊門可以打開，呢邊可以放2個吸塵頭。
另一邊都可以放一個吸塵頭。中間下面呢個位就係放集塵袋，呢個係電池充電位。如果你需要用2粒電池，多出嚟嗰粒就可以放喺呢度叉電啦。跟機附送一大堆吸頭俾你，咁大堆頭係咪即刻覺得值回票價呢？第一個係纖闊電動地板吸頭，我最主要就係用呢一個吸頭嚟吸塵。呢個寵物吸頭係額外送嘅，冇話一定有，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呢個係震動枕具吸頭，仲有 LED 電動地拖吸頭、縫隙吸頭同埋2合1吸頭。跟機送多3個集塵袋俾你，仲有4塊拖地布，佢嘅質地就係咁啦。佢嘅力度有3段速，我最主要用嚟吸下啲頭髮，所以用最細嘅力度已經好足夠。吸頭前端加咗 LED 燈，主要都係照住個地下，等你可以睇到啲灰塵。戴森當年將吸頭加 LED 變成一個好有用嘅功能，令你睇到平時忽略咗嘅灰塵。而家呢個功能已經好普遍，唔再係咩黑科技，但實用性的確仍然存在。熄咗燈俾大家睇下 LED 燈照住地下個畫面。另外佢仲有一個功能，就係當你擺低部機嘅時候，佢就會停止操作，拎翻起部機，佢又會繼續運作。呢個地拖頭我覺得係有啲鉗嘅，佢嘅好處係慳水慳力，佢個摩打識自己轉，對於日常清潔同輕微污漬都係方便嘅，輕輕鬆鬆行勻全屋就當拖咗噶啦。但壞處就係佢講到尾只係一把加咗摩打嘅傳統地拖啊，佢冇污水箱去吸走啲污糟水，拖完個地一定會濕濕地，要等風乾。同埋如果個地本身好污糟，你中途又唔拆塊布出嚟洗嘅話，分分鐘就會變咗用一塊污糟布溝清水抹勻成間屋。哇，諗起都想嘔啊！只要我部廢柴機械人仲用到嘅話，相信呢個頭我都唔會拎出嚟用噶啦。佢有3段式拉長，任何高度嘅人都可以用得好輕鬆。佢有輕壓集塵空間功能，只要向下拉就可以增大2.4倍集塵空間。集塵啊屌！我部戴森每次吸到咁上下，因為啲頭髮同埋垃圾棘住唔上唔落，所以要靠自己隻手撩翻出嚟。每次做呢個動作都要戴手套，我覺得真係好亂麻煩啊！你可以選擇將部吸塵機拍翻埋去自動集塵，又或者手動喺上邊呢度撳 start 先會自動集塵，我就揀咗後者啦。呢部吸塵機用後感最正，一定係自動集塵功能。以前用戴森最怕倒塵，啲塵同頭髮經常卡住又周圍飛，而家放翻落集塵咗就會自動清空，仲有埋 UVC 殺菌，真係超級方便啊！個 sales 話俾我知，集塵袋大約3個月就可以更換一次。我屋企真係唔係太污糟，主要都係吸頭髮，所以到而家個集塵袋都係未換過嘅。實際可以用幾耐就要再觀察下啦。第二就係佢個操控感，重量分布做得唔錯，拎住吸成間屋，手腕都唔會覺得太攰，而且唔使好似戴森咁一路吸一路要撳住個掣，習慣之後真係覺得方便好多。另外吸頭前面有 LED 燈，俾你留意暗角嘅微塵。呢個功能以前就好似好特別，但而家已經成為唔少吸塵機嘅標準配置。不過實際用落依然都係實用嘅，因為99年紀大，我成間屋都鋪晒防線墊。戴森推嗰陣就有少少棘，LG 呢個推嘅時候就會順啲啲。至於缺點，最大問題始終都係價錢唔平，而且集塵咗都需要預留一定嘅空間擺放。如果同戴森比較，我覺得 LG 唔係單純鬥吸力，而係贏整體使用體驗。由自動集塵、LED 吸頭都唔使長按自動開關，都係針對日常使用時嘅最煩細節。如果你好怕倒塵，又想灰塵從此不沾手，想用得舒服啲，我覺得呢部機確實都係幾吸引嘅。跟住介紹呢部犀利啦！早排我喺 IG Story 問大家有冇好嘅抽濕機介紹，喺好短時間已經收到超百個 DM， 絕大部分介紹嘅品牌都係 LG 同三菱，呢2個牌子簡直係叮當碼頭。首先喺度真係好多謝大家踴躍留言俾我，有啲甚至拍埋片俾我睇，亦都有打好大篇嘅使用心得俾我，真係非常感激大家咁有愛嘅幫忙。最終我係敵唔過外貌協會呢4個字。所以我就買咗 LG 呢部28升嘅雙回轉變頻抽濕機，即刻同大家睇下呢部機嘅規格。比較特別嘅係，除咗呢部28升型號採用米白色設計，其餘型號全部都係純白色。雖然唔清楚品牌當初點解會作出呢個配色選擇，但我覺得米白色都係好襟睇，融入家居環境亦都非常自然。呢部機採用核心雙回轉變頻壓縮機，每日抽濕量高達28公升，抽水極快，仲比起傳統單氣缸更加靜音、更加慳電，支援
LG 手機 Apps， 無論你喺任何地方都可以遙控開關機，實時睇住屋企濕度同埋接收水滿提示。設計有隱藏式把手同360度順滑滾輪，水箱亦有單手提取設計，推去屋企唔同角落或者倒水都非常輕鬆。上邊呢個窿係插專屬乾鞋乾衣配件條喉，跟住就係隔塵網，再下面呢個窿我真係唔知有咩用。機身仲做咗隱藏式電線收納設計，睇落去就整潔好多啦。呢個係專屬乾鞋乾衣配件，買嗰陣我問個 sales 會唔會有得送 Y 型同 T 型抽濕喉管配件，呢兩個配件可以直接插入對鞋控缸，又或者對住衣櫃死角集中抽濕，甚至乎抽公仔、抽手袋都得啫，絕對係落雨天一物。原來以前買預設係有得送，但而家已經冇咗。我買嘅時候都係試下問下會唔會仲有得送，結果真係有。雖然到而家我都未用過，但至少想用嘅時候都會有呢啲配件可以俾我用到。水箱燈仲可以調節顏色同亮度，分別有雲朵白、海洋藍、草原綠、珊瑚粉、薰衣草、天空藍、陽光黃同埋櫻花粉。特登擺支咪喺隔籬，想俾大家聽下佢嘅靜音都做得非常之好。好可惜拍完之後我先至發現，支死人收音咪又收唔到音啊 ！What the fuck！總括嚟講，佢都係一部抽水極快、超靜音兼具備智能操作嘅抽濕好拍檔，配合埋獨家乾鞋配件，完美幫我解決潮濕回南天帶嚟嘅一切煩惱。雖然我住嘅地區都好少有潮濕問題，不過總之有就好過冇啦，整體都係滿意嘅。唯獨係每次當開咗自動乾燥功能，間屋就真係有啲熱啦。跟手想快速介紹呢部樂信牌寵物水機，如果有養寵物，呢部機就啱晒你睇啦。冇寵物就可以 skip 咗呢一段。由於狗仔已經18歲，年紀好大，喺上年冬天我發覺佢飲水嗰陣，條脷仔會不停縮一縮，我先驚覺原來啲水真係太凍。仲要我住嘅地區唔係低幾度，見到佢飲水飲得咁唔舒服，即刻上網揾下有冇保溫水機，就係咁俾我揾到呢部樂信牌恒溫無線寵物飲水機。佢有3種出水模式，最正係24小時保持恒溫25度，來自 UVC 紫外線燈，有效殺滅大腸桿菌，易擦拭沖洗非常方便。講開沖洗，大家真係要勤力啲幫狗仔洗水機或者水兜，真係有好多狗主唔知點解好耐先至洗一次水兜，你自己飲嘅水杯或者水樽都要成日洗啦，更何況俾寵物用嘅水兜或者水機，你又覺得點解可以唔使經常洗呢？咁大個人唔係唔知佢哋嘅水兜係會有好多細菌噶嘛？做一個有責任心嘅狗主，唔該喺呢一方面拜託都要再做得好啲啊！自從換咗呢部機，見到狗仔飲水條脷冇再縮一縮，睇得出佢飲得舒服咗。就算夏天呢個水溫都唔會辣親佢。照顧老狗真係要諗得再周詳啲。呢部水機我只可以講，點解我咁遲先知道有呢啲好嘢？如果你真係有養狗仔，我都建議你快啲去睇下呢一部水機。藉住開箱畫面，先講下我買呢件產品嘅原因同背景。跟住要介紹嘅係我買得最波折，就係呢支紅遍日本，號稱可以做到深層清潔毛孔嘅 Mirable Zero 微氣泡花灑頭。突然買花灑頭，完全係因為早排背脊同塊面無啦啦生濕疹。過往我從來都冇試過生濕疹，更加誇張嘅係，我覺得自己甩頭髮嘅程度已經係甩到開始見到頭皮。於是我就諗，問題會唔會唔單止係日用產品，而係同每日接觸嘅水質有關。研究後我發現市面上好多平價過濾花灑頭，好多主要都係用 PP 棉濾芯做物理過濾，作用大多數只係隔走鐵鏽或者水管雜質。至於講到可以改善頭皮、改善脫髮、改善皮膚問題，我就揾唔到太強嘅技術支持。最後我喺三菱、Viva 同 Mirable 之間揀咗技術含量最高、主打超微細氣泡技術嘅 Mirable Zero。買佢嘅過程都真係幾嘔血，原本喺 Amazon 買會平啲，點知因為香港信用卡加集運地址，直接就被 cut 咗張單。後來先知道 Mirable 呢類日本高端美容品牌對於海外銷售管制係好嚴格，一見到集運地址，好多時都會直接取消訂單。最後揾朋友幫我喺日本買，順便買埋1年份量嘅濾芯。Mirable Zero 最出名嘅地方唔係因為佢係一個花灑，而係佢將超微細氣泡技術加入水流入邊。官方資料顯示，每1cc 水最高可以產生7000萬個 Ultra Fine Bubble。呢啲氣泡細到肉眼睇唔到，品牌認為可以更容易接觸毛孔、皮膚紋理同頭皮位置，幫助帶走多餘油脂同污垢。至於實際用落係咪真係咁神奇，等陣再同大家詳細分享。入戲肉介紹下個花灑，外形都唔錯，好有設計感。佢有終極超微細氣泡 Ultra Fine Bubble Zero 嘅微氣泡量直接飆升到最高，每1cc 含有高達7000萬個。其實你係咪真係數到有7000萬個嘅呢？
呢啲細過0.00013毫米，帶有負電荷嘅氣泡，可以好似磁石咁鑽入毛孔，將帶正電荷嘅污垢同多餘皮脂吸走。對於我目前最急切想改善脫髮同頭皮問題，呢個技術聲稱可以進行毛囊大掃除、疏通毛孔，營造最健康嘅生髮環境。嗱，呢啲都係佢聲稱嘅啫，究竟係咪真係做到？相信唔係短時間可以睇到嘅。獨家3大水流模式，呢個係佢嘅專利設計。Zero 花灑頭有一個轉盤，可以無段式切換3種完全針對唔同部位嘅水流，將沖涼變成一套完美嘅精密護理。有幾精密？我哋一齊嚟睇下。第一個模式係獨創口腔身體深層清潔螺旋沖刷型模式，兩條水流互相碰撞，產生出螺旋狀嘅強效水流。除咗用嚟沖洗身體、心口容易出油嘅位置，官方甚至強烈推薦用呢個模式用嚟沖洗牙齒同口腔。強勁嘅微氣泡水流可以穿梭牙縫，做到類似水牙線嘅深層清潔效果。我當然係有試過啦，不過呢個模式佢嗰條水流真係幾有力量㗎。雖然睇唔到自己嘅衰樣，但我覺得自己好似有少少似拍緊搞笑綜藝節目咁啊！如果你平時有用開水牙線，可能就會比較快適應。但如果第一次接觸呢類產品，建議你較細啲個水先至好開始試啊。跟住係拯救頭皮專用嘅管狀髮絲模式，佢噴出嚟嘅水流係中空管狀，力度集中得嚟唔會散。呢個模式係專為洗頭而設，水流可以輕易咁穿透厚厚嘅頭髮。我啲頭髮就薄到撲街，所以應該係更加容易穿透到。佢將高濃度嘅微氣泡直接打入頭皮毛囊。至於官方話洗完頭皮會有種識呼吸嘅感覺，嗱，呢樣嘢我又真係幾有發言權㗎，因為以我而家嘅髮量，要感受到識呼吸嘅清爽感，對我嚟講真係一啲都唔難啊。但如果你本身頭髮濃密到好似超級撒亞人變身之前咁，風吹都吹唔喐，厚到可以收埋啲私己錢入頭髮入邊，咁我就唔敢保證你會唔會同我一樣感受到識得呼吸嘅感覺啦。最後呢個模式就係面部免捽卸妝微隆管，微隆管微輪卷，點讀㗎？微隆卷噴霧模式似近。佢能夠產生出極致幼細嘅水霧，水花打落塊面度係好柔軟同好舒服，呢個真係堅嘅。每次用去洗面我都覺得超級舒服。洗面或者卸妝嗰陣，直接用水霧沖走，微氣泡就會深入毛孔帶走化妝品嘅殘留物，完全唔需要用手大力捽，大大減少因為物理摩擦而拉扯出嚟嘅幼紋。官網有個測試係用 marker 筆直接畫落塊面度，用呢一個花灑，唔使用卸妝產品已經可以直接洗走。我就當然冇做過呢一個測試啦，亦都冇諗住會試。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官網嗰度睇下呢個測試。喺手柄位仲加咗個停水掣，隨時一撳就可以暫時停水，極之方便。Miracle 用嘅 Tornado Stick 係用亞硫酸鈣做化學反應，主要針對來自水入邊嘅餘氯。佢唔係用嚟攞走雜質，而係改善水入邊某一種成分。亦因為咁，佢個濾芯長期都係白色，唔代表冇運作緊，而係運作原理唔同。大家要清楚，隔走污糟嘢同改善用水體驗係完全兩個唔同嘅需求。好多人俾廣告洗腦，洗到以為個濾芯越黑就等於越有效，濾芯唔變色就等於冇做嘢，但事實上未必係咁。Miracle 呢個花灑絕對唔係主打隔鐵鏽、隔泥沙，大家會唔會即刻覺得咁呢個花灑即係冇 Q 用啦？所以點解揀花灑要諗清楚自己究竟係想解決啲乜嘢問題？如果你最關心係水管雜質，市面上有好多 PP 棉嘅花灑，可能更加適合你，平平地仲可以慳翻唔少錢添。但如果你好似我咁係關心頭皮狀態、皮膚感受、娛樂同沖洗體驗， Miracle 呢個花灑解決嘅其實就係另一類問題啦。Miracle Zero 我會形容佢唔係一個普通花灑，而係一個偏向沖涼體驗升級嘅工具。佢最大嘅優點係水流細緻、沖水感舒服，同埋微氣泡帶嚟嘅清潔感提升。缺點就係除咗價格比較貴之外，機身都係比較重，水壓亦都會稍為減弱。同埋佢係唔屬於傳統過濾型花灑。如果你係追求沖涼質感、皮膚偏敏感，或者想試下微氣泡技術，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嘅。但如果你主要需求係強水壓或者
強力過濾雜質，咁呢個花灑可能就未必係最適合你嘅選擇。我最滿意嘅地方係用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我背脊原本反反复复出現嘅濕疹竟然完全冇晒。當然我唔可以100%肯定兩者一定有直接關係，但喺我所有產品同生活習慣完全冇改變嘅情況之下，唯一改變就係轉咗用呢一個花灑。所以除咗呢個原因之外，我暫時真係諗唔到仲有啲乜嘢因素令到我背脊嘅濕疹係完全消失晒。呢一個真係超級驚喜同非常之開心。如果有睇我之前影片，都知道我為咗呢個濕疹又要搽類固醇，又買咗市面上聲稱好有效嘅濕疹膏，但係用喺我身上係完全冇用。最慘係用埋類固醇，佢都消失唔到，仲要非常之痕。除咗唔知係咪呢個花灑令到我個濕疹真係完全好翻晒之外，沖完涼啲皮膚明顯係冇以前咁容易乾燥，尤其喺洗面體驗，我真係非常之享受同中意。喺度提提大家，如果你平時習慣沖涼嗰陣順便洗埋面，記得唔好因為個花灑舒服就用啲熱水對住塊面係咁肥。洗面係要用濕溫水或者偏凍少少嘅水溫，因為過熱嘅水係會令皮膚更加乾燥。如果你好似我咁比較着重皮膚感受、頭皮清潔，同埋想提升每日沖涼同洗面嘅體驗，而預算又許可嘅話，我覺得呢個花灑都算係一件幾值得考慮嘅生活升級產品。講開花灑，順便私心推介一個小眾沐浴品牌 Bubble Monkey 俾大家認識。好多人經常都會俾錢買啲將資源放晒喺賣廣告嘅大牌子，不如試下呢啲真正將心機同成本放喺研發產品嘅小眾寶藏品牌。睇埋落去，你唔單止會認識到一個連全家人都可以安心共用嘅沐浴產品，片尾我仲會送出超級福利俾大家。點解我會咁放心推介？因為 Bubble Monkey 嘅創辦人張允晶自己都係有3個小朋友嘅媽媽，佢足足有10幾年嘅育兒經驗，所以特別明白安全同溫和係有幾咁重要。佢哋對成分把關極嚴，超過90% 都係食品級原料，成分仲達到 EWG 綠色安全等級。產品通過咗韓國皮膚研究所 KSRC 嘅低敏測試，連敏感肌同小朋友都可以安心使用。佢嘅 pH 值維持喺5.5至6.6嘅弱酸性，親膚溫和，可以保護皮膚屏障。佢哋仲堅持冇動物測試，呢個真係好緊要。去到呢個年代仲會用動物測試嘅品牌係幾咁冇良心。講翻 Bubble Monkey，佢哋就係堅持冇動物測試，有齊呢啲數據支持，用落身體度自然就會有100個放心啦。想喺屋企都有做 SPA 級嘅享受，可以跟住我呢2個步驟。第一，用全身放鬆嘅 Candy Bomb 沐浴球系列，呢個系列外形設計到好似糖果咁繽紛可愛，一開包裝已經覺得好療愈。佢有 Relax 舒緩、Moisture 保濕同 Bubble 泡泡唔同主題，但係要留意翻，只有 Bubble Candy Bomb 先會做到豐盈泡泡浴嘅效果，其他款嘅 Candy Bomb 例如 Relax、Moisture， 佢哋主要係做到繽紛碳酸沐浴蛋嘅效果，類似碳酸溫泉嘅功效，唔會太做到泡泡浴。真正試用嘅畫面就拍唔到俾大家睇啦。Bubble Monkey 呢個 Candy Bomb 有個好正嘅玩法，就係可以混搭唔同顏色嘅沐浴球一齊用。為咗唔浪費水源，而家就一次過將呢幾粒色彩繽紛嘅沐浴球放落水度，大家可以睇下啲水色嘅漸變同埋碳酸氣泡溝埋一齊。呢個畫面真係超級治癒啊！我估計大家睇到呢個畫面，可能會有唔少人留言話：哇，呢個浴缸好大啊！大家千祈唔好誤會。小妹我當日裝修間屋嘅時候，係將個廁所做到非常之大，將個廚房做到極之咁細。去到今時今日，我真係後悔到，但係要重新裝修個洗手間同廚房，係需要一筆非常之唔細嘅價錢。一諗到呢度，我就覺得好傷心。唔好再講啦呢啲傷心事。第二個用法就係冇浴缸都用到嘅 Jelly Spa Treatment 果凍足部水療。如果屋企冇浴缸，或者淨係想急救冰冷雙腳，呢個足浴就啱晒啦。先將38至40度溫水倒入足浴盤，然後加入 Step 1果凍 SPA 粉，用雙手或者雙腳浸入水中攪拌大概30秒，啲水就會逐漸變成果凍狀質地。喺呢個果凍 SPA 嘅狀態下浸10至15分鐘 ，Jelly Spa Treatment 同時做到去角質、保濕、除臭、清潔。喺放鬆足浴嘅過程中，可以做到一次到位。浸完之後就可以加入 Step 2礦物 SPA 粉，用手或者腳攪拌1至2分鐘。佢最勁係由水變果凍再變半流動質地嘅轉換技術。當果凍已經被稀釋成為液體，就可以將佢倒入水槽或者馬桶處理。入邊有葡萄糖酸內酯，仲有多種天然植物油同透明質酸。
呢啲優質成分，佢可以溫和去死皮，特別適合血液循環不良、手腳冰冷嘅朋友仔，用一次就未至於誇張到好似換咗對全新嘅腳咁神奇。但浸完之後摸上手，對腳的確係滑溜咗、軟熟咗，冇平時冬天咁乾燥。對我嚟講，最大嘅得益反而係浸完對腳會輕鬆啲，夜晚都會瞓得舒服啲。浸浴絕對係俾自己一個 me time 嘅放鬆儀式。小眾品牌雖然冇大財團嘅雄厚資金，但佢哋有嘅係對研發嘅堅持，同埋對睇我影片觀眾係有滿滿嘅愛。品牌明知我呢啲微塵 channel 番數一定唔會係天文數字，但佢哋依然對我同觀眾係超級大方。今次 MP Mall 會送出 Jelly Spa 加輕巧裝沐浴球30套，各位冇聽錯，真係30套啊！參加方法好簡單，大家只需要訂閱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like 呢條影片，follow 我同 MP Mall 嘅 IG，留言分享今次影片入邊最吸引你嘅產品，無論係家電定係 Bubble Monkey 嘅產品，話俾我知原因係咩，咁就有機會將呢啲禮物帶翻屋企噶啦。提提大家，今次係需要親身到品牌門市領取獎品，如果唔方便親身去，亦都可以選擇順豐到付，到時直接同品牌夾翻最方便你嘅領取方式就得噶啦。小眾品牌嘅誠意真係唔會輸俾大牌子。大家快啲去留言參加支持下啦！所有產品同埋送禮詳情資料我會放晒喺 info box， 大家記得要去睇下啦。第一次拍呢類片真係無從入手啊，仲要搞埋配音，真係頭都大亂埋啊！介紹得唔好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。多謝你睇到呢度，有任何問題或者冇問題都好，歡迎大家踴躍留言俾我，一有時間我就會盡量回覆大家。我哋喺下一條影片再見，Peace。